千億家產企局，劉鑾雄家族資產分割與七子女分產博弈全紀實。在香港頂級豪門的財富傳承史上，劉鑾雄家族的家產分割案堪稱最極致、最真實的資本教科書。不同於李嘉誠家族平穩有序的代際交接，郭德生家族兄弟同心的產業延續，劉鑾雄的千億財富拆分，始終伴隨着愛恨糾葛、親子博弈、股權震盪與輿論喧囂。地位靠着股市追擊，地產深澗崛起的潮汕首富，一生中橫商界，閱盡繁華，晚年卻因身體重疾、情感羈絆，提前啟動家族財富清算，將名下千億資產、核心產業、不動產、現金信託逐一拆分至7名子女手中，造就了一場持續近10年、至今仍如波未爬的豪門分產大戲。截至2026年，劉鑾雄個人巔峰身家超169億美元，約1196億人民幣，常年穩居香港富豪榜前列。旗下核心資產涵蓋華人置業控股權、香港核心地段海量豪宅、上市公司股權、具現金信託、奢侈品收藏等，整體家族資產規模突破千億層級。不同於普通富豪的無污傳承，劉鑾雄的家產分配全程有據可查。港交所股權披露文件、上市公司公告、家族信託備案信息、官方媒體紀實報道，完整勾勒出這場精準又殘酷的財富分割格局。7名子女分軌發展，三脈親屬利益博弈，提前鎖定的信託規則，突如其來的股權變動，層層揭開頂級豪門財富傳承的底層邏輯與人性真相。就要讀懂劉鑾雄的家產分配，必先讀懂其財富版圖的構建邏輯。1951年出生於廣東潮汕商業家庭的劉鑾雄，並非天生豪門，其父深耕吊線生意，僅屬殷實商戶，並無千億家底鋪墊。早年留學加拿大的劉鑾雄，眼界遠超傳統商戶，不甘固守家族傳統生意，一心開拓海外市場。1978年，年僅27歲的劉鑾雄孤注一擲，拿出個人全部積蓄1.7萬港幣，聯合友人創立愛美局，主打古典吊線出口北美市場，正式開啟創業之路。時代紅利成為其崛起的關鍵跳板。上世紀70年代末，兩伊戰爭爆發，引發全球石油危機，北美市場掀起節能復古風潮。劉鑾雄的古典吊線精準契合市場需求，瞬間爆火。短短2年時間，愛美高規模極速擴張，僱員突破萬人，成功登陸香港資本市場，耗資1.5億港幣，完成原始資本積累。風扇樓的名號自此響徹香港商界。真正讓劉鑾雄躋身頂級富豪行列的，是其堪稱傳奇的股市追擊戰術。1984年，劉鑾雄與公司合夥人產生分歧，果斷轉讓股份黐場，待股價低谷時再度入場抄底，半年內奪回愛美高控制權，一進一出淨賺2億港幣，徹底摸清資本市場的盈利邏輯。自此，他徹底轉型，從實業商人變身，令香港老牌財閥聞風喪膽的資本立手。1985至1987年，短短3年時間，劉鑾雄4戰4勝，先後追擊能帝科技、華人置業、香港中華煤氣、香港大酒店4大老牌上市公司，精準抄底，高位套現，控股核心資產，一舉奠定香港頂級資本大鱷的地位。其中擁有100年歷史的華人置業，成為其家族核心旗艦資產，也是後續子女分產、家族傳承的核心標的，貫穿整場家產分割大戲。此後數十年，劉鑾雄深耕香港地產資本市場，
精準佈局核心地段豪宅、上市公司股權、現金理財、奢侈品收藏，財富規模持續暴漲。巔峰時期，佢個人身家高達169億美元，超越張一鳴、廣建能等內地富豪，穩居香港富豪榜前3，與李嘉誠、鄭裕彤、李兆基等老牌豪門並肩而立，構建起橫跨實業、地產、金融、奢侈品的千億商業帝國，為後續子女分產築牢了堅實的財富根基。劉鑾雄的家產分配之所以錯綜複雜、爭議不斷，核心根源在於其特殊的家族結構。一生情感經歷豐富的他，並未採用單一的家族傳承模式，而是與3任伴侶孕育7名子女，三脈子女身份不同，親疏有別，命運迥異，直接決定了千億家產的分配權重與最終走向。三脈親屬、7名子女各自的成長軌跡與劉鑾雄的親疏關係、個人能力與選擇，成為咗有財富分配的核心變量。第一脈為原配妻子寶詠琴一脈，也是劉鑾雄的原配正統之子。寶詠琴出身書香門第，兼具商業頭腦，早年全力輔助劉鑾雄創業，是其發家路上的核心助力。兩人相伴多年，孕育2名子女，長子劉鳴煒，長女劉秀容。作為劉鑾雄的長子，劉鳴煒是家族唯一的正統的長子，早年被外界視作千億帝國的默認接班人。長女劉秀容性格低調內斂，極少涉足商界與公眾視野，始終保持低調生活，是7名子女中最神秘的存在。2003年寶詠琴病逝，這一脈子女早早失去母親庇護，成為家族傳承中獨立有特殊的分支。第二脈為前女友呂麗君一脈，屬於冇婚姻名分的子嗣分支。呂麗君曾參選港姐，個影出眾，與劉鑾雄相戀多年，未登記結婚，先後孕育友鄰劉秀瑩、幼子劉子峰2名子女。相戀期間，劉鑾雄對呂麗君極盡寵溺，贈予海量房產、豪車、現金，兩人子女一度備受寵愛。但後期兩人關係徹底破裂，反目成仇。劉鑾雄公開指責呂麗君因財散願，阻撓親子相見，最終徹底切割，也直接導致2名子女被踢出核心家產傳承體系，成為整場分產風波中最令人唏噓的出局者。第三脈為現任妻子甘比陳海韻一脈，是當下家族財富的絕對核心受益者。出身普通，曾任娛樂記者的甘比，陪伴劉鑾雄度過萬年重疾，事業波動的最低谷，性格溫順，處事低調，忠誠度極高，深得劉鑾雄信任。兩人婚後孕育3名子女，長女劉秀華，幼子劉仲學，幼劉秀仁。相較於前2脈子女，甘比一脈年齡最小，資歷最前。佢憑借母親的絕對信任與後期的家族佈局，最終包攬家族核心千億資產，成為這場分產博弈的最大贏家。7名子女，三脈分支，身份、資歷、親疏、境遇天差地別，沒有統一的傳承標準，沒有均等的分配規則，完全依照劉鑾雄的個人意願、情感偏好、家族制衡需求劃分財富。這種極具個人色彩的分配模式，讓原本簡單的財富拆分演變成一場橫跨10年、牽動全港關注的豪門博弈。頂級豪門的財富傳承大多遵循父傳子、代際交接的滯後模式，大多在父輩年邁趨勢後啟動遺產分割，但劉鑾雄的家產分配完全打破常規。
核心導火索是晚年重疾纏身，健康急劇惡化。2016年上年高強度經常作息不規律的劉鑾雄突發重病，身體機能大幅衰退，需要接受重大手術，生命健康陷入極大不確定性。深知自身狀況的劉鑾雄極度忌憚豪門常見的身後爭產亂象。縱觀香港各大豪門，無數家族在創始人辭世後陷入子女反目、親屬內鬥、股權分割、資產縮水的困局，辛苦打拼的商業帝國分崩廝息，為了徹底規避身後紛爭，牢牢掌控家族財富的最終走向，杜絕子女爭產、外人奪權的可能。劉鑾雄做出了一個震驚全港商界的決定，在世之時完成全部家產清算與分割，提前敲定所有子女的財富份額、股權歸屬、信託權益，徹底鎖定家族千億資產格局。2016年底，劉鑾雄率先完成自佈局，為後續分產風暴築牢防火牆。他專門預留出100億港元具現金，平均分配給長子劉鳴煒與妻子甘比，明確這筆資金的唯一用途。若後續有人挑戰既定的分產方案，發起奪產訴訟，便動用這筆100億資金全力應訴，誓死捍衛自己定下的傳承規則。這一操作從根源上杜絕了呂麗君一脈其他親屬鬧事爭產的可能性，展現出極致的掌控欲與長遠佈局思維。2017年3月1日，華人置業發布官方重磅公告，正式拉開千億家產分割的大幕，所有分配方案同步上報港交所備案，全程公開透明，具備法律效力。公告明確說明，此次股權與資產重組核心原因是劉鑾雄健康狀況不穩定，為保障家族資產穩定，規避後續風險，主動啟動生前全面分產。自此，持續近10年的劉氏家族分產大戲正式開啟，7名子女的命運與財富層級在這一支公告中被徹底改寫。2017年的官方資產重組方案是劉鑾雄家產分配的核心綱領，所有後續股權變動、資產調整、信託變更，均以此為基礎。此次重組核心聚焦家族核心資產、華人置業股權，這也是劉氏千億帝國的核心根基。股權佔比直接決定各脈子女的財富層級與家族話語權。結合港交所披露文件、華人置業歷年公告及權威財經報道，7名子女的具體分產結果清晰明確，有據可查。作為寶詠琴的長子，家族正統繼承要額。劉鳴煒最初獲得的資產份額僅次於甘比一脈。2017年股權重組方案明確，劉鳴煒獲得華人置業24.97%的核心股權。以當年市值計算，這筆股權價值高達56.6億港元，疊加配套現金、不動產、理財資產，其初次分得總資產超200億港元，是妥妥的百億富豪。不同於其他豪門子弟熱衷爭權奪利、把控家族產業，劉鳴煒是頂級富二代中的異類。自幼接受優質教育、三觀獨立的他，對父親的資本遊戲、豪門紛爭極度排斥，始終保持清醒獨立的姿態。早年劉鑾雄捲入澳門官員貪污案時，劉鳴煒曾臨而受命，短暫出任華人置業董事會主席，處理行政總裁，力挽狂瀾穩定公司局面。但近1年便主動卸任行政總裁、授權代表等核心實權職務，僅保留非執行董事、主席虛職，早早釋放出無心家族產業的信號。生活中的劉鳴煒更是顛覆大眾對豪門富二代的認知，身家百億卻常年吃劈戒飯殼、搭乘地鐵，生活簡樸。
擇偶不看重門第，性格低調內斂，品行端正，連劉鑾雄都公開評價其品行一流，唯一缺點是性格倔強，太過獨立。正是這份對豪門紛爭的疏痴感，讓劉鳴煒最終選擇徹底辭場。2020年6月，港交所權益披露顯示，劉鳴煒將個人持有的4.76億股華人置業股份對應24.97%總股本，通過旗下公司 Century Frontier Limited 的稅轉讓給金被持有的蘇立維 Limited。此次股權轉讓徹底清空了劉鳴煒在家族核心企業的所有權益。交易完成後，他不再持有華人置業任何股份，徹底退出家族核心產業博弈。此次交易並非淨身出戶，而是劉鳴煒的主動選擇。他須退出家族核心股權體系，但此前分得的200億港元現金、不動產、海外資產完全保留，緊摸黐了容易引發家族紛爭的上市公司股權。交易完成後，劉鳴煒僅保留華人置業主席虛名，每年領取30萬港元象徵性薪金，徹底與家族千億資本博弈切割，專着於個人生活與獨立事業，成為豪門爭產風波中唯一主動脫身、全身而退的子嗣。同為寶永琴所生的劉秀容，是7名子女中最低調的存在，常年隱匿於公眾視野之外，極少參與家族事務，不涉足商界，不炒作輿論。在2017年核心股權重組方案中，劉秀容未獲得任何華人置業股權，也未納入家族核心信託受益人名單，但這並不意味着其無家產可分。劉鑾雄對這名性格溫順、與世無爭的長女格外體恤，雖未給予核心股權、產業話語權，但為其配置了足額的固定優質資產，包括香港核心地段豪宅、大額現金理財、穩健信託基金等。總資產規模數十億級別，足以支撐其終身頂級富足生活。因其本人毫無爭產意願，從不參與家族紛爭，劉秀容始終安穩持有個人資產。多年來冇任何資產變動，輿論爭議是7名子女中最安穩、最無波瀾的存在。呂麗君所生的劉秀瑩、劉祉鋒是整場分產風波中最大的失意者，也是最具爭議的一對子女。兩人幼年時備受劉鑾雄寵愛，一度擁有無限的財富繼承可能，卻因母親與劉鑾雄的情感破裂，徹底失去千億家產繼承權。2017年3月的股權重組公告中，最殘酷的一項調整直接改寫了兩名子女的命運。劉鑾雄正式修改家族核心信託 Auto Trust 受益人名單，將劉秀瑩、劉祉鋒的名字徹底永久剔除，這意味着兩人徹底失去了華人置業股權、家族核心產業、千億信託資產的所有繼承資格，從原本的核心繼承人序列，直接淪為豪門邊緣人。劉鑾雄曾公開對外解釋此次除名的核心原因，直言呂麗君在兩人關係破裂後，因利益糾葛暴露貪婪本性，屢屢阻撓自己與親生子女相見，多次引發親子矛盾與輿論風波，徹底耗盡了自己的親情與耐心。同時，劉鑾雄明確表態，此前數十年間，自己已累計向呂麗君贈予近20億港元資產，包含豪宅、邁巴赫豪車、大額現金、理財資產等，足以支撐呂麗君與兩名子女終身衣食無憂、富足度日。抱需再分配核心家產，儘管被踢出核心財富體系，劉秀瑩與劉祉鋒並未徹底與家族割裂。近年來，隨着這第二人長大成人，品行學業愈發優異，劉鑾雄的態度逐漸軟化，長女劉秀瑩深耕藝術領域，氣質出眾，低調自律，
逐步獲得父親認可，幼子劉子峰更是逆襲成長，在海外名校就讀期間斬獲全科滿分，當選學生主席，拿下學校最高總監獎，成為學霸典範。2026年最新動態顯示，劉鑾雄已多次主動與劉子峰相見，父子關係大幅緩和。外界猜測呂麗君一脈子女有望獲得額外現金、不動產等補償資產，但華人置業核心股權、家族千億信託核心權益，至今未對兩人開放，核心家產繼承資格仍處於永久除名狀態。相較於其他子嗣，兩人徹底無緣劉氏千億商業帝國的核心控制權，更能獲得基礎富足資產，無緣頂級財富傳承。甘比所生的劉秀華、劉仲學、劉秀仁三名子女是整場家產分割的絕對最大贏家。等借母親的絕對信任與後期家族佈局，包攬了劉氏家族幾乎所有核心千億資產，徹底掌控華人置業話語權，成為千億帝國的唯一正統繼承人物。2017年核心重組方案明確，甘比三名未成年子女合計獲得華人置業50.02%的核心股權，由母親甘比作為法定監護人、信託代理人全權代持，統一行使股權表決權、資產處置權。以當年市值計算，這筆股權價值超113億港元，是家族最核心的優質資產。2020年，劉明偉全額轉讓所持24.97%股權後，甘比一脈間接持有華人置業股權比例攀升至74.99%，徹底復刻了劉鑾雄巔峰時期的持股比例，實現對家族核心上市企業的絕對控股。除了上市公司核心股權，甘比一脈還包攬了家族絕大多數優質不動產、海量現金信託、奢侈品收藏、海外資產。據權威財經統計，甘比個人及三名子女合計掌控的家族總資產超700億港元，涵蓋香港中環、淺水灣、半山等頂級地段數十套豪宅，多筆百億級現金信託。惠樂康大等上市公司大額股權，身家穩居香港女首富梯底。在子女資源傾斜上，劉鑾雄對甘比所生的兩名年長子女格外偏愛。長女劉秀華奧從小備受寵愛，頻繁出席國際時尚盛典、高端商業活動，積累頂級圈層人脈與公眾影響力，逐步接觸家族產業運營。幼子劉仲學作為老來子，身份尊貴，是家族重點培養的核心繼承人，獲定未來千億帝國的掌控權。幼女劉秀仁年紀最小，同樣享有足額信託資產與優質資源，終身財富無憂。與此同時，甘比家族全面入咗華人置業管理層，牢牢把控企業運營實權。股權重組後，和人置業4名執行董事中，甘比本人、胞姐陳思韻行政總裁、胞妹陳諾韻佔據3席，徹底完成家族企業管理層的迭代更替。劉氏家族產業正式進入甘比時代，為3名子女長期掌控千億資產築牢了管理根基。縱觀劉鑾雄完整的家產分割體系，看似偏愛甘比一脈，口袋幼子的淚，冷落呂麗君子女，放任長子黐牆。這並非單純的情感偏愛，而是融合了個人情感、家族制衡、風險規避、長遠傳承的極致理性佈局。每一項分配規則都暗藏頂級豪門的財富傳承智慧。首先，信任優先，回饋陪伴與忠誠。劉鑾雄一生縱橫商界，見慣人心險惡，晚年重疾纏身，身陷輿論風波時，
林邊不痴不氣，悉心陪伴，絕對忠誠的唯有甘比。不同於呂麗君的利益至上，寶詠琴早逝的遺憾，甘比以普通出身、溫順性格，極致陪伴，熬過劉鑾雄最低谷的歲月。從未爭權奪利，從未製造紛爭。對於頂級富豪而言，千億財富傳承的核心前提是安全，甘比的絕對忠誠是劉鑾雄託付核心資產的首要底氣，也是其成為最大贏家的核心原因。其次，規避紛爭，徹底切割風險隱患。劉鑾雄深知呂麗君的性格特質與利益訴求，兩人情感破裂後，若保留其子女的核心家產繼承權，未來必然引發無休止的奪產訴訟、家族內鬥、輿論風波，徹底打亂家族傳承節奏。因此，他選擇極致果斷的方式，直接將兩人子女踢出核心信託，同時預留百億訴訟資金，從根源上杜絕爭產風險，以短期的親情割裂，允許家族長期的資產穩定。再次尊重本身成全子女人生選擇。對於的長子劉鳴煒，劉鑾雄深知其無心商界，厭惡豪門紛爭的本心，並未強行捆綁其繼承家業，而是給予百億級資產自由，尊重其獨立人生選擇，既成全了人子的人生追求，又通過股權轉讓的方式，將核心股權收攏至甘比一脈，避免核心產業分散、權力空心化，實現了兩全其美的制衡效果。最後，集中資產，保障家族基業延續。不同於部分豪門均分家產，導致產業分散、實力削弱的弊端，劉鑾雄的分配模式極度集中，將74%的核心股權、絕大多數優質資產統一歸集至甘比一脈，實現家族資產高度集中、控制權高度統一，避免了股權分割、權力分散、內鬥消耗的問題，最大程度保障劉氏千億商業帝國的完整性與延續性。自2017年正式啟動分產至今10年時間裏，劉氏家族千億家產格局歷經多次微調，輿論風波此起彼伏。從最初的子女反目、輿論熱議，到如今的格局穩定、各行其道，豪門傳承的最終結局已然清晰。劉鳴煒徹底脫身豪門紛爭，手握百億資產，自由生活，專着於個人事業與家庭，遠超家族資本博弈，成為豪門子弟中難得的清醒者，徹底兌現了不戀權、不爭產的初心。其主動清空核心股權的操作，徹底終結了的長子與繼母一脈的權力博弈，讓家族產業格局徹底穩定。呂麗君一脈的劉秀瑩、劉子峰徹底告別千億核心資產爭奪，從最初的被除名、被冷落，到如今與父親關係逐步回暖。第二人憑借自身努力逆襲成長，擺脫了爭產工具人的標籤，靠自身實力贏得尊重。雖無緣核心股權與產業控制權，但依託父親贈予的固定資產與後續補償資源，依舊維持頂級豪門生活，徹底遠超家族權力紛爭。甘比一脈徹底坐穩高足核心地位，牢牢掌控華人置業絕對控股權與管理權，名下千億資產穩定增值，3名子女穩步成長，逐步接觸家族產業，完成代際傳承的平穩過渡。甘比憑借穩健的處事風格、成熟的管理思維，持續穩固家族資產規模與行業地位，徹底扭轉了外界對其草根逆襲、依附豪門的刻板印象，成為千億家族的真正掌舵人。
而始終低調的劉秀容持續保持隱身狀態，手握足額優質固定資產，無紛爭、無壓力、無輿論困擾，成為整場分產風波中最安穩的受益者。7名子女三脈分化，各自歸宿清晰，命運定型。持續10年的豪門分產大戲正式塵埃落定。作為香港頂級豪門最完整、最透明、最具爭議的一次財富分割案例——劉鑾雄千億家產分配案，不僅是一場家族內部的利益博弈，更折射出頂級華人豪門財富傳承的底層邏輯與人性本質，為新界間族傳承提供了深刻啟示。其一，豪門財富傳承信任遠勝於資歷與名分。的長子名分，原配子自資歷，多年養育親情，都抵不過晚年不痴不棄的忠誠與陪伴。劉鳴煒身為正統的長子，主動放棄權力，屢立君子女擁有血脈羈絆，卻因母親失勢徹底出局，而無背景、冇資歷的甘地，憑借極致的忠誠與陪伴，最終包攬核心財富，印證了頂級富豪傳承中信任為王的核心規則。其二，頂級財富分配理性永遠凌駕於情感之上，外界看似劉鑾雄偏心、絕情、厚此薄彼，但習每一步都是極致的理性算計，剔除爭議子嗣，收攏核心股權，規避爭產風險，成全子女本心，集中產業控制權，所有操作都圍繞家族資產穩定、基業延續、杜絕內鬥的核心目標，個人情感始終服務於家族長遠利益，這是頂級資本家族的必然選擇。其三，豪門子女的終極命運選擇大於出身。同樣出身千億豪門，7名子女命運截然不同。有人主動脫身，自在富足；有人深耕傳承，執掌帝國。有人遺憾出局，安穩度日；有人低調隱身，無憂一生。出身決定了他們的起點，但個人性格、人生選擇、處事格局，最終決定了各自的財富歸宿與人生高度。其四，提前佈局是規避豪門紛爭的核心關鍵。劉鑾雄在身體健康尚可、思維清晰之時，主動完成家產分割、股權重組、信託鎖定、風險防控，提前10年敲定傳承格局，徹底規避了身後子女爭產、親屬內鬥、資產縮水的亂象，用主動佈局換來了家族長期穩定，展現了頂級企業家的長遠眼光。